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日入共門深似海，我係小師妹啊。上一集我哋講到乾隆13年，乾隆失去咗佢一生最愛嘅女人。嗰一年佢38歲，正值盛年。之後嘅50年，佢嘅人生又走向邊一個方向呢？佢會成為點樣嘅皇帝呢？答案係佢將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嘅皇帝之一。開疆擴土，奠定版圖，編撰據典，匯集文獻，錄下江南，巡視河宮。但係同時，佢都將會成為中國歷史上面最具爭議性嘅皇帝之一。大興文字獄，製造文化浩劫，寵信和珅，縱容巨貪，晚年昏庸，將盛世推向一個轉彎點。今日我哋就嚟講下乾隆帝嘅下半生，由西北嘅烽火狼煙，到江南嘅歌舞升平，再到權力頂峰嘅孤獨同落寞。仲有大家10零秒時間 ，Jimmy 係小師妹同媽咪一齊經營嘅水晶網店平台，上面嘅貨品種類繁多，性價比高。中意水晶嘅你，即刻去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登記成為我哋網站嘅會員啦。喺乾隆登基之初咧，西北嘅準噶爾汗國咧，依然係清朝最大嘅邊患。呢個盤踞喺今日新疆一帶嘅蒙古政權，喺康熙年間咧就開始同清朝周旋嘅啦，時戰時和。歷經3朝都未能夠徹底解決呢個問題。喺乾隆10年1745年，準噶爾汗噶爾丹策寧去世，汗國內部陷入一個激烈嘅權力鬥爭，內亂啊！上層貴族互相攻殺，部落就紛紛叛離，準噶爾陷入一個骨牌式嘅崩潰。乾隆好敏銳咁意識到，喂，徹底解決西北問題嘅良機到啦！乾隆20年1755年，清軍分咗2路去出擊，定北將軍班底就行北路，定西將軍永常就行西路，各自率領精兵25000人會師喺博羅塔拉。準噶爾各部收到風，哇，唔掂啊，投降！大軍幾乎係冇出過手就已經係抵達咗伊犁啦。準噶爾汗達瓦齊率領咗幾萬人倉皇南逃，最終就喺烏集被維吾爾族嘅首領霍集斯擒獲咗，獻俾清軍大營。歷時3朝為患70幾年嘅準噶爾汗國就咁簡單冇咗啦。但係故事仲未結束嘅，當初為清軍作為嚮導嘅準噶爾行將阿木爾薩納，本來就希望話借呢一個做嚮導嘅機會可以被大清擁為一個新嘅準噶爾汗。咁但係乾隆原來就諗住將西北成個地方直接統治，咁令到呢個阿木爾薩納大失所望。乾隆20年嘅8月份，佢就喺熱河朝覲嘅時候中途就叛逃，翻咗去伊犁，煽動準噶爾各部人士一齊去反清。咁清軍就被逼第2次西征啦。咁呢一場平叛嘅戰爭就打得非常之慘嘅。準噶爾人係游牧為生嘅，來去如風。咁清軍深入大漠個補給係有啲困難嘅。咁直到去乾隆22年1757年，清軍先至終於去擊敗咗阿木爾薩納。咁阿木爾薩納自己走咗去俄羅斯，咁啊冇幾耐就染咗天花而死。咁清廷就派人向俄國嗰度交涉，俄方最終就將佢嘅屍體俾翻我哋。咁而去到呢一個位盤踞喺西北幾百年嘅準噶爾勢力先至徹底成為歷史。咁準噶爾覆滅咗之後乾隆就釋放咗俾準噶爾長期囚禁喺伊犁嘅2位維吾爾族嘅宗教領袖，大和卓、波羅黎都、小和卓、霍集占，並且派兵去護送波羅黎都翻到去天山南路去招撫當地嘅各部添。咁但係霍集占就有自己嘅諗法，佢同啲部下講：哇，我啱啱先至擺脫咗準噶爾嘅奴役，如果我哋又歸順大清，又要向佢進貢，不如自己清汗啦，自己佔據一方，我哋可以自保啊咁。
咁波羅黎都咧就係試圖去阻止佢嘅，話佢哋世代人咧其實都受準噶爾嘅囚禁之苦，係大清皇帝將我哋救出嚟，呢一個恩唔可以負噶，而且大清嘅兵力都唔係我哋能夠抗衡噶咁。但係霍集瞻因為固執己見咧，就喺乾隆22年1757年殺死咗清軍副都統阿敏道，自稱巴圖爾汗，公然舉兵反清。乾隆23年1758年，清軍再次西征，正役將軍瓦爾哈善呢就帶咗萬幾兵咧，諗住去圍攻富居，但係久攻不下。嬲到乾隆就將佢革職問罪，改派少尉為主帥。咁少尉咧就率軍直取葉爾江，但係咧就喺黑水營嗰度被大小和卓聯軍圍困咗3個月，彈盡糧絕，處境非常艱難。咁就喺個咁關鍵嘅時候咧，定邊有副將傅德就帶住援軍趕到嚟，同少尉裏應外合，先至打敗咗和卓軍。乾隆24年1759年，大小和卓就西逃到去巴達克山，即係而家嘅阿富汗嘅東北部啊！哇，好遠啊！當地嘅首領咧蘇勒坦沙就將佢哋擒殺，將首級獻咗俾清軍。千山南路就此納入咗大清嘅版圖。乾隆就將呢一片土地命為新疆，意思係故土新歸。之後又設立咗伊犁將軍，就駐喺節惠縣城，管轄天山南北嘅軍政事務，派駐咗大批嘅軍隊移民屯田，修築城牆，將呢一片廣闊嘅土地永久性咁納入咗中國嘅版圖。喺乾隆嘅晚年呢，佢自己回顧自己一生嘅軍事成就，親自撰寫咗一本《十全記》，就將自己10次嘅重大軍事行動稱為10全武功，分別係2平準噶爾、1定回部、2定大小金川、1征台灣、1服緬甸、1降安南、2勝曠爾卡。客觀嚟講，呢10次嘅軍事行動咧，唔係每一次都叫贏到盡，或者叫稱為大捷啦。有啲咧只係喺邊境摩擦，甚至係勞師動眾咁遠征咧，得不償失嘅。咁但係其中咧，平定準噶爾同回部2次擊敗曠爾卡入侵西藏咧，的而且確係有重大嘅歷史意義嘅。佢哋奠定咗而家咧現代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嘅疆域基礎，亦都加強咗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有效嘅管轄。咁乾隆自己叫自己做10全老人，呢個稱號雖然有啲自己捧自己嘅嫌疑啦，咁但係佢對邊疆嘅經營咧，的而且確有功不可沒嘅喎。喺武功赫赫嘅同時咧，乾隆對文字同樣都係雄心勃勃嘅。乾隆37年1772年正月，佢下達咗一道求書上諭，要求各地官員廣泛徵集歷代嘅遺書。起初咧，其實冇乜人回應佢嘅，因為官員咧俾之前嘅頻繁嘅文字獄嚇驚咗，驚如果獻書咧會惹禍上身啊。咁所以乾隆就不得不再次下詔，承諾唔會加文字罪嘅。咁甚至威脅咧就話，如果你哋好似以前咁樣啊，仲喺度驚頭驚尾，唔肯將啲書即係開誠公佈嘅話咧，如果我查出嚟啊有違外之處，你哋嘅罪就更加大啦。話呢一招果然係有用啦，短短1年幾嘅時間咧，各省嘅獻書就已經達到1萬多種。乾隆38年1773年嘅2月，佢正式下詔咧建立4庫全書館。任命皇室郡王同大學士為總裁，6部尚書同埋侍郎為副總裁，徵召當時最頂尖嘅學者，就係紀曉嵐，即係紀君啦，陸錫熊、戴震、姚鼐、翁方剛、黃念孫等等人士咧，去共同參與編撰嘅。呢一項工程規模係空前巨大，耗時10幾年，動用4000幾人，最終咧先至編轉成一個79000幾卷、36000幾冊，分為經史子集4部，所以叫做4庫全書。呢個咧堪稱係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嘅一部叢書，堪稱中華文化嘅總匯啊！
但係呢個咁宏大嘅文化工程咧，背後就隱藏住另一樣嘢。隨住各省嘅圖書源源不斷咁送去京師啦，乾隆發現其中有唔少咧係圍外背譯嘅文字，尤其是係明末清初嘅史籍詩文，往往咧都對清朝有啲諷刺啊咁樣嘅。咁佢意識到，呢個唔係正正就係徹底清查去銷毀呢啲禁書嘅絕佳機會咩？乾隆39年1774年8月，佢下旨要求各地嚴查圍外書籍，限期交出。如果逾期唔交出嚟嘅話咧，就同地方官員一同治罪。唔係話唔會秋後算賬嘅咩？而家就反咗面啦！一場聲勢浩大嘅禁書運動就此展開。呢一場運動嘅重點咧，就係要查繳明末野史同埋國初嘅一啲偽妄詩文啊！凡係敵視清朝統治、容易激發漢人民族感情嘅作品咧，或者係一啲記錄清末明初嘅嗰段改朝換代歷史嘅文字咧，全部都係查禁之列。據學者統計，喺長達19年嘅時間裏邊，清廷一共銷毀咗禁書達到3100幾種，151000幾部，銷毀嘅書版有8萬幾塊。書版係咩咧？即係攞嚟印刷嗰個雕刻嗰個版啊。咁民間咧就因為驚獲罪啦，自己都會偷偷地燒咗啲書。咁大把呢啲人啦，驚啊嘛。咁更加可悲嘅咧係抽毀。抽毀係咩意思咧？即係嗰啲被認定為有圍外字句嘅書籍，唔係全部銷毀，而係將問題有嘅部分咧就刪除咗佢。咁為咗令到古籍唔流天窗，文字可以連貫啲，咁一啲編撰人員咧就不得不填補自己嘅一啲諗法字句啦。咁所以導致到有啲古籍咧係面目全非、真偽難辨嘅，都唔知究竟係真係嗰件事係咁啊，定係還是係後邊咧一啲人員自己加落去嘅嘢。學者任松如都喺《四庫全書答問》裏邊嘅序言啦，好痛心咁寫咗以下呢一段文字，即係話呢個工程雖然係好大啦，有好多嘅書本拎翻嚟啦，嗰個長度足以係同長城運河方價，但係都唔能夠上其罪也。嗱，呢一個就係《四庫全書》嘅一體兩面啦，一邊就係文化集大成嘅輝煌，另一邊就係文化大浩劫嘅陰影。兩者都好唔和諧咁處於一個共同嘅時代啦，呢個正正係喺乾隆時代複雜嘅其中一個寫照。呢一場查繳禁書運動令到乾隆朝嘅文字獄係達到前所未有嘅高峰。喺乾隆登位之初曾經標榜就話朕從不以文字罪人啊嘛，但係呢頭講完，嗰一頭喺乾隆6年1741年就責成咗湖廣總督查辦謝濟世經書案，之後咧仲越演越烈。最典型嘅咧就喺乾隆20年1755年嘅湖中祖師案。湖中祖係乾隆元年嘅進士，曾經任內閣嘅學士啦、廣西學政啦，亦都有一本著作叫做《堅和生詩抄》。咁啊，乾隆就親自去審閱佢本詩集啦，逐條喺度批駁佢。因為書裏面咧有好幾句說話咧，都話乾隆睇完之後咧，即係覺得係好有問題嘅。其中一句話：一把心腸論俗稱。咁啊，乾隆就問：你加個俗字喺個國號之上係所謂何事咧？啊，想點咧？咁另外有一句就話：右行一世夏冬秋。咁乾隆又覺得呢句哇，你有啲影射成分喎，你覺得我清朝德國不正咩？咁最終咧，湖中祖係被處斬啦。已故大學士鄂爾泰亦都被撤出咗賢良寺，因為佢個侄鄂昌係同阿湖中祖 friend 嘅，兩個都大家互相唱和嘅，所以又被刺死咗。戶部侍郎裘若修亦都因此而革職，好多人都被牽連當中。而此後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字獄嘅案件接踵而嚟。令到士人呢個精神咧都受到嚴重嘅摧殘，個個都驚，喂，我唔敢喎，唔敢寫啦，乜嘢都唔敢講啦咁。乾隆嘅一生人當中咧，有一個舉動咧都幾引人注目嘅，就係有6次嘅南巡，咁都係幾年就去一次噶啦。
咁佢本人咧曾經喺《預祭南巡記》裏面都講過：汝臨豫50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施，二曰南巡。嗱，佢將南巡同平定西北呢件事係相提並論喎。喂，你諗下個重視程度有幾高？咁點解要陸下江南呢？之前咪講過民間流傳最廣嘅講法咧，就係去探親生父母嘛。咁但係當然啦，呢件事已經係考證清楚係子虛烏有啦。咁而佢南巡嘅原因咧係有幾個嘅。第一咧就係去視察河塘工程啦，因為錢塘江嘅江口嗰度嘅河塘工程咧，係江南地區嘅第一個保障嚟嘅。喺乾隆25年開始咧，海潮北吹，海寧一帶咧嗰個潮汛係非常之急嘅。咁如果嗰啲大堤被沖毀嘅話咧，蘇州、杭州、嘉興、湖州呢啲全國最富裕嘅地區都會俾水浸咗嘅。咁所以咧，由第3次南巡開始咧，乾隆係連續4次都親自去海寧嗰度勘察個地形，監督個工程嘅。咁最終咧，修建咗一個耗資巨大嘅魚鱗石塘。咁而呢一座石塘經歷咗200幾年咧，到今時今日都係發揮緊作用嘅。第二咧就係籠絡江南市民啊，因為江南係人民匯萃之地啦，亦都係明朝遺民勢力最集中嘅地區。咁如果南巡嘅話咧，就可以展示到天子嘅威儀同埋恩澤，緩和翻滿漢嘅矛盾咧，爭取多少少嘅漢族士大夫嘅支持。咁而同時間咧，第3亦都可以係彰顯咗國力嘅強盛啦，因為咁龐大嘅巡視隊伍，咁奢華嘅接待排場，本身就係 so call 啦，係咪？咁沿途嘅地方官員咧都會爭相去奉迎啦，有好多嘅鋪張之事啊，咁成件事咪好靚仔咯，係嘛？咁但係咧，南巡嘅代價亦都係驚人嘅。據記載，每次南巡咧都歷時3、4個月，隨駕嘅官員、兵丁、僕役就多達幾千人。沿途又會修建一啲行宮啊、整路啊、辦啲貢品啊，咁使嘅錢咧係以百萬計嘅。最著名嘅接駕者咧就係兩淮嘅鹽商，尤其係徽商巨富江春，佢係兩淮8大總商之首。6次嘅南巡咧都係由佢去承辦供應嘅，被稱為以布衣上交天子。佢唔單止為乾隆咧去修建一啲別墅啦，有康山草堂啦等等，咁仲精心準備咗徽菜接駕宴。據說咧，乾隆食得非常之開心啊！翻到京師之後咧，都念念不忘，就話御廚點煮都煮唔到嗰個味出嚟嘅。咁但係呢啲奢華嘅背後係沉重嘅民力負擔，地方官員為咗討好皇帝咧，係不停咁攤派。即係叫啲人都幫手，喂，你又出啲啊，嗰個又出啲啊，咁樣，咁所以令到百姓苦不堪言。咁喺乾隆嘅晚年咧，佢自己都認嘅，唉，朕6次南巡，雖為省方官民，但言公益之繁，實勞民力啊。南巡嘅第6次，亦都係最後一次，係乾隆嘅49年1784年，當年佢74歲，之後佢就冇再南下啦。而之前嘅乾隆40年1775年左右呢，一個關鍵性嘅人物就登上咗歷史嘅舞台，佢就係和珅啊。出身唔高，但係勝在精明能幹，又善於揣摩乾隆嘅心意。和珅的而且確係以一個驚人嘅速度升遷嘅，由乾清門侍衛起步，短短幾年之間，歷任戶部侍郎、軍機大臣、內務府總管、御前大臣、文華殿大學士等嘅要職，幾乎將吏部、戶部、理番院嘅大權都攬晒上身。和珅嘅權力亦都帶嚟空前嘅貪腐，佢利用職權買賣官啦、收受賄賂啦，利用掌管戶部嘅便利侵吞國庫，利用經手各種工程嘅機會中飽私囊，上行下效，成個官場咧都係周圍都係貪風嘅，吏治急速敗壞。嘉慶4年1799年，乾隆駕崩之後咧，嘉慶帝即刻就宣布和珅嘅20大罪狀，下旨抄家。而關於和珅嘅故事咧，大家可以去專門聽下講佢嗰2集啦。不過都係再次抱歉啦，喺和珅嘅第1集裏邊咧，和珅個新字嘅讀音係有錯噶。嗱，和珅嘅貪腐咧都係一個表象嚟嘅，
佢引出一個更加深層嘅問題，就係喺乾隆後期咧，各種嘅社會矛盾亦都開始激化咗，土地兼併嚴重，貴族官僚地主大量咁兼併土地，失去咗土地嘅農民咧就淪為流民，咁人口壓力又激增喎，因為乾隆初期嘅全國人口大約1.4億，去到晚年嘅時候已經突破咗3億啦。人多地少，糧價飛漲，百姓生活日益困苦。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白蓮教、天地會喺呢啲民間組織喺底層開始蔓延，醞釀住一啲反清嘅怒火。喺乾隆60年1795年咧，就喺乾隆準備禪位嘅時候咧，喺湖北、四川、陝西嘅交界咧，都周圍爆發咗白蓮教嘅起義。呢一場起義咧，歷時咗9年啊，波及5個省。雖然最終係被鎮壓啦，但係清廷嘅軍費都使咗2億兩啊，元氣大傷。所謂嘅康乾盛世，幾乎已經走到盡頭啦。乾隆登位之初咧，曾經焚香禱告啦，就話上天保佑我長壽嘅話咧，我一定咧就唔會超越我阿爺康熙嘅在位時間嘅。咁康熙在位61年啊嘛，佢就承諾我絕對唔會超過呢個數字嘅。咁轉眼60年過去，乾隆依然健在，所以喺乾隆60年1795年嘅9月初3，佢就召集咗啲皇子皇孫啊、皇宮大臣啊，咁就宣布皇15子永琰為皇太子。佢定於明年去禪位，改元嘉慶。呢一年佢85歲。乾隆60年嘅除夕，佢舉行咗最後一次嘅御殿儀式。第二日咧，即係嘉慶元年嘅正月初1，1976年嘅2月9號，禪位大典就喺太和殿隆重舉行。乾隆親自將皇帝嘅御寶授咗俾嘉慶，自己就叫自己做太上皇帝。嗱，表面睇佢退咗位啦，係嘛？但係實際上佢係退位唔退權喎。佢留低咗御旨，凡軍國大事、重要嘅官員任免都要文奏太上皇帝。喺宮裏面咧，其實冇人用嘉慶嘅年號噶，繼續用緊乾隆嘅年號，而各省嘅奏章仍然都要送俾佢過目嘅。咁所以之後嘅3年咧，清朝都出現咗兩頭皇帝嘅呢個局面啦。嘉慶雖然係皇帝，但係實質就係一個傀儡，樣嘢都要問過阿太上皇嘅。咁太上皇就住喺靈壽宮，每日都會召見軍機大臣去處理政務嘅。即係佢雖然係精力有啲差啦，因為80幾歲啦嘛，咁但係佢頭腦依然清晰嘅。咁但係都會攰噶嘛，係咪？咁所以好多嘅政務咧，有啲就交咗俾阿和珅代為處理，所以就形成咗一個更加奇特嘅格局啦。就係太上皇跟住到和珅，跟住先到嘉慶帝。咁真正嘅權力核心喺前面兩條友喎。咁而呢個時候，白蓮教起義係越演越烈啊！好多軍報咧，好似雪片咁周圍飛，令到阿太上皇咧都好不安，但係又冇辦法去親征，咁只能夠喺御旨裏邊就反覆咁講啊，喂啦，你哋個個啊，速行剿滅咁樣，就落呢啲 order，其他嘢乜都做唔到。嘉慶3年1798年嘅冬天，88歲嘅太上皇身體每況愈下。之前咧，佢都仲係能夠支撐住處理政務嘅。喺正月初1嘅時候咧，仲可以接受群臣嘅朝賀嘅。喺嘉慶4年嘅正月初2，仲召見咗軍機大臣，問下啲軍情咁添。咁但係喺當晚咧，佢嘅病情就急轉直下。喺正月初3、2月7號嘅辰時，乾隆帝就喺養心殿駕崩，終年88歲。乾隆帝橫歷，走完咗88年嘅人生。佢留俾後世嘅係一個好複雜嘅形象。佢係中國歷史上實質執政時間最長嘅皇帝，亦都係最長壽嘅皇帝。平定咗準噶爾大小和卓，將新疆納入中國版圖，奠定咗現代中國疆域嘅基礎。編撰咗四庫全書，又即係收集咗中華傳統文化嘅主要典籍。但係同時又製造咗歷史上面最大規模嘅文化浩劫，燒毀嘅禁書無數。陸下江南雖然係視察河工河塘嘅工程啦，亦都係留低咗一啲到依家都用緊嘅
魚鱗石塘啦。咁但係同時亦都係即係耗盡咗民力，加重咗百姓嘅負擔嘅喎。咁佢統治嘅60年裏邊，人口又激增啦，國庫係充盈啦，社會本身係相對安定噶，史稱係康乾盛世嘅巔峰啊嘛。不過晚年寵信和珅，吏治腐敗，社會嘅矛盾又激化咗，就為呢一個盛世埋低咗衰落嘅種子。佢以十全老人自居，沉醉喺天朝上國嘅迷夢。就喺佢去世嘅同一年，1799年。遠喺萬里之外嘅法國，拿破崙係發動咗霧月政變。大洋彼岸嘅美國華盛頓啱啱去世2年，世界係發生緊好多嘅巨變，但係佢對呢啲所有嘢我都唔聽，我唔知，唔理。喺佢死後嘅僅41年，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軍艦就炸開咗中國嘅大門。呢一個乾隆引以為傲嘅大清帝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如果佢睇到所有嘅一切，會作何感想呢？我哋唔知，我只係知道佢係中國歷史上邊最複雜嘅帝王之一。佢嘅功績同過錯、輝煌同陰影，都係好緊密咁交織住一齊嘅。乾隆嘅故事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啦。唔知大家對呢一位皇帝又有乜嘢嘅見解呢？歡迎你留言話俾我聽。如果中意今集嘅內容，記得而家即刻幫我點個 like，follow 我哋嘅 channel。我哋下一集下一位皇帝再見啦，拜拜。